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月1号，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所罗门王的传道书开头就这样子阐明，万事都有定时。但是现代的我们看到冬天不冷，夏不热的情形，我们通通归罪于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人类过度的排放废气，造成畜养层的破坏所引起的。台湾话有句俗语这样说，人不照天理，天不照家纪，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照天理来行，上帝就不按照节期来过，就是这样的意思。是的，正常而言，一切的事物，春夏秋冬都有它的定时。春天过了，夏天就到；秋天过去，冬就来。旧的过去，新的就来。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所罗门王他这样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痛有时，舞蹈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那么我们一切的劳苦还有什么用处呢？我看出上帝使我们负荷沉重的担子，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却不让我们完全明白他一切的作为。所以我想，人不如时常欢乐，一生享福。我们都应该吃喝，享受辛劳的成果，这是上帝的恩赐。就基督信仰角度来看，生命的景况无论如何都将过去。我们所期待的，我们要迎接的，就是那个新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天和新的地。末日耶稣基督将要带领当王，并且按照我们的生活行为来做判断。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人子作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成2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当中把绵羊分别出来一样。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然后王要对在他右边的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嘛，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候那些义人要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看到你赤身裸体给你穿？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去探望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要为我跟从者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为我做的。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走开，受上帝咒诅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啊，进到魔鬼和他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没有收留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害病或坐牢，你们没有照顾我。这时候他们要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饥饿或口渴或流浪异乡或赤身露体或害病或坐牢，而竟没有帮助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没有为最小的人一个人做，就是没有为我做。这样的人要承受永远的刑罚，至于那些义人，他们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迎接救恩的新生命，上帝所赐的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约翰这样的提到。接着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那先前的天和地不见了，海也消失了。我又看见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来，像打扮好的新娘来迎接她的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发出，说，上帝的家在人间了，他要和人住在一起，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这时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看啊，我要更新一切。他又说，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尔法和奥米伽，是开始和终结。诗篇第8篇，上主，我们的主啊，你是伟大，彰显全地，颂扬你的声音上达诸天，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的，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牛羊、荒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江河的鱼类、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上主，我们的主啊，你伟大，彰显全地。感谢主赐给我们新的盼望，在新的一年继续领受你保守的赐福。感谢你所赐的应许都成就，让我们不再纪念过去，只要专心仰望新的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